喺6月9號嘅《Time Magazine》有一篇嘅文章，叫做《The Shift East》向東移動。內容係講中國點樣喺呢10年之內成為世界科技頂尖國家。現在世界上出口汽車最多嘅國家就係中國，而且仲係又平又靚。除咗電子汽車領先之外，中國嘅無人機、太陽能同埋機械人嘅發展都已經領先全世界。而喺人工智能嘅研究裏邊，中國科學家所發表嘅研究報告係比美國嘅報告多2倍。文章解釋中國點解咁犀利呢？係因為國家嘅支持同埋中國年輕人嘅向學、努力同埋奮鬥所成嘅結果。喺中國畢業嘅工程學系嘅大學生嘅人數遠遠超過其他國家。其實美國已經係落後咗好多年，而家應該要急起直追。難怪 Donald Trump 競選話美國要重新偉大，係一個非常之有效嘅口號。美國喺奧巴馬年代嘅時間拼命搞墮胎嘅權益、同性戀、雙性戀變性人嘅權益，降低學校對學生水準嘅要求，又搞大麻合法化、毒品合法化，呢啲冚唪唥都係破壞美國國家嘅政策。結果就係美國落後於中國，係必然發生嘅事。我係譚克石。